各位朋友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会颠覆你想象的真相。你看这张图表，台湾人的平均寿命正在不断延长，我们现在平均可以活到81岁以上，听起来很美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这张图表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呢？台湾人正在活得更长，但却比以往任何一个世代都活得更病。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，我们的寿命在增加，但我们的生活品质却在下降。更可怕的是，大多数人生命中最后的15到20年都是在疾病和痛苦中度过的。你可能会问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们的医疗技术不是越来越进步了吗？是的，医疗技术确实进步了，但这也正是问题所在。现代医学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，但却无法保证我们的生活品质。我们可以用药物控制血压、血糖，可以用手术治疗心脏病，但这些都只是让我们活着，而不是让我们好好的活着。你知道吗？人类理想的寿命不是100岁，也不是90岁，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数字。这个数字会让你重新思考，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长寿。现在请你注意听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完整看完，因为只要你漏掉其中一段，你或你父母生命最后的10到20年，可能就得卧床不起，而且这种情况一旦发生，就再也无法逆转了。请让我知道你正在从哪里收看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在下方留言，提出任何你可能有的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上数字0。让我描述一个正在台湾成千上万个家庭中上演的真实场景。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病房里，躺着一位又一位年迈的长者，他们身上插着点滴管，眼神空洞，已经失去了自理能力。有些人罹患失智症，连自己的子女都认不出来；有些人中风，后半身瘫痪，只能每天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。走廊上总是可以看到疲惫的家属，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担忧、无助、疲惫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绝望。照顾一个失去自理能力的长者，不只是经济上的负担，更是情感上的折磨。有些家庭为了照顾长者，请了外籍看护，每个月的费用就要3、4万元。有些家庭则是由子女轮流照顾，但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工作。更多的家庭则是在经济压力和照护责任之间挣扎，每天都在崩溃的边缘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台湾正在面对的现实。而更可怕的是，这可能就是你我的未来。根据台湾疾病管制署的最新数据显示，台湾人的平均寿命确实已经超过81岁，这在全球排名中算是相当前面的。但是有一个数字却很少人注意到，我们真正健康能够独立生活的年数其实只有72到73岁左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大多数台湾人生命中最后的8到9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都是在疾病和依赖他人的状态中度过的。想象一下，每天醒来都要依赖别人帮你翻身、帮你洗澡、帮你喂饭，你想要上厕所，但无法自己移动。你的脑子可能还是清醒的，但你完全无能为力。这种无助感比身体的疼痛更加折磨人。你可能在大安森林公园看过那些精神奕奕、打着太极拳的老人家，他们代表的是我们对老年生活的美好想象。但现实是，更多的长者是住在24小时照护的安养中心里，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。让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观念，我们不是因为年龄而变老，而是因为在那之前的20年里，用了错误的方式生活。你现在40岁、50岁，
60岁的生活方式，正在决定你70岁、80岁时的生活品质。如果你现在不运动、饮食不节制、睡眠不规律、压力过大，那么你的身体正在一点一滴地累积伤害，等到症状出现时，往往已经太迟了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在台中有一位89岁的老太太，她在过去的12年里，完全失去了自己进食的能力，每一餐都需要家人一口一口递喂食，有时候甚至需要用鼻胃管。她的儿女为了照顾她，耗尽了所有的积蓄，也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。大女儿辞掉了工作，全天候在家照顾母亲，二儿子每个月要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和看护费用。小女儿则是每周末从高雄赶回台中，帮忙分担照护工作。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，情感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子女们爱着母亲，但同时也感到无比的疲惫和无助。他们常常在深夜里偷偷流泪，问自己：这样的生活到底还要持续多久？这个故事并不罕见，在台湾有太多这样的家庭正在经历同样的煎熬。根据统计，台湾目前有超过80万名失能老人需要长期照护，而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台湾中年人心中最深的恐惧：活得长，但活得没有尊严；活得长，但成为子女的负担；活得长，但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主权和尊严。这种恐惧比死亡本身更可怕，因为死亡至少是一个终点，是一种解脱。但是失去尊严地活主，却是一种无尽的折磨，不仅折磨自己，也折磨着最爱你的人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在台湾老年医学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，他是林永凯医师，今年68岁，是台北星光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治医师。林医师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超过40年，照顾过数以千计的高龄患者。他看过太多家庭的悲欢离合，也深刻理解什么样的老年生活才是真正有品质的。林医师经常说一句话，这句话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：人类最理想的寿命能够保持健康独立而不成位，他人负担的寿命是85岁，不是100岁，也不是90岁，而是85岁。为什么是85岁？林医师解释，这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医学概念，叫做疾病压缩 （disease compression）。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医学教授在1980年代提出的，但在台湾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受到重视。疾病压缩的意思是把生病的时间压缩到最短，最好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才出现，就像一面墙，不是慢慢倾倒，花上20年才完全倒下，而是在最后一刻突然倒塌。听起来很残酷，对不对？但这其实是最人道的方式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健康独立的生活到84岁，然后在最后的几个月因为某种疾病安详离世，这不是比躺在病床上20年要好得多吗？这就是疾病压缩的核心理念，不是延长生病的时间，而是延长健康的时间。我们要做的不是让人活得更久，而是让人健康的更久。林医师进一步解释，在传统的老化模式中，大多数人从60多岁就开始出现各种慢性病，像是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关节炎等等。这些疾病会慢慢恶化，影响越来越大，最后导致失能，从发病到失能可能长达20年甚至更久。但如果我们能够透过正确的生活方式，把这些慢性病的发生延后到80多岁，甚至让它们完全不发生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大幅提高生活品质。林医师说，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，不是盲目的追求长寿，而是追求高品质的生活，直到生命的终点。他常常
问他的病人一个问题：你是想活到100岁，但最后20年都躺在床上，还是想活到85岁，但一直都能自己走路、自己吃饭、自己思考？几乎所有人的答案都是后者。没有人想要长期卧床，没有人想要失去自理能力，没有人想要成为家人的负担。林医师曾经照顾过2位病人，他们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第一位是台南的张先生，86岁。张先生一直都很健康，每天早上都会去公园散步，跟朋友下棋聊天。他非常注重饮食，每周会做3次简单的重量训练，保持肌肉量，一直到84岁，他都能够完全自理生活。但在他85岁那年，他被诊断出心脏衰竭，病情发展得很快，只有短短3个月的时间，他就在家人的陪伴下平静离世。林医师说，这就是理想的疾病压缩案例。张先生享受了84年高品质的生活，只在最后3个月需要照护，他保持了尊严，也没有成为家人长期的负担。但第2位病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，她是台北的谢女士，74岁。谢女士从59岁就开始出现失智症的症状，到现在已经整整15年了。这15年来，她的家人每天都在照顾她，看着她一点一点失去记忆，失去自理能力，最后连家人都认不出来。林医师沉重地说，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活到100岁，而是活到85岁时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能力。现在让我介绍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，我把它称为100岁10项全能的台湾版。这是一个检测标准，用来评估你在85岁时是否还能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。这10项能力每一项都至关重要，缺一不可。这不是医学检查，不需要抽血，不需要照 X 光，只需要你实际去做这些动作，就能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如何。为什么是这10项？因为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、最重要的能力。如果你在85岁时还能做到这10项，那就表示你保持了独立生活的能力，你不需要依赖别人，你可以有尊严地生活。让我一项一项仔细告诉你。第一项，能够自己提着5公斤的菜篮从全联福利中心走回家。5公斤听起来不重，但对很多老年人来说，这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。这测试的不只是手臂力量，还有耐力、平衡感、心肺功能。你要能够提着菜篮走一段距离，可能要过马路、走斜坡、爬几个阶梯，这需要全身的协调配合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一项，那就意味着你无法自己去买菜，必须依赖家人或外送服务。这看似小事，但这代表你失去了一部分的独立性。第2项，能够爬4层楼梯，走到没有电梯的老公寓里。台湾有很多老旧的公寓是没有电梯的，特别是5楼以下的建筑。如果你住在这样的公寓里却无法爬楼梯，那你就等于被困在家里了。这测试的是你的腿部力量和心肺功能，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。很多老年人摔倒受伤，都是因为爬楼梯的时候体力不支或腿软。如果你能轻松爬4层楼，那就表示你的体能还保持得很好。第3项，能够自己开车或者搭捷运去想去的地方。这测试的是你的反应能力和认知功能。开车需要快速判断路况，记住路线，控制车辆，这些都需要良好的认知能力。如果你不会开车，至少要能够自己搭大众运输工具，知道怎么买票，怎么转乘，怎么到达目的地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一项，那就意味着你无法自由移动。你的生活圈会被大幅限缩，你必须依赖家人接送。第4项，能够坐在地板上陪孙子玩，然后不用扶任何东西就能自己站起来。这个动作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需要很好的核心力量和平衡能力。很多老年人坐下去容易，站起来就很困难了。
必须扶着桌子或椅子才能起身。如果你能不扶东西就站起来，那就表示你的核心肌群还很强壮，你的平衡感还很好，这大大降低了跌倒的风险。第5项，能够提着12公斤的行李箱放到高铁的行李架上，这测试的是你的上肢力量和协调性。12公斤大约是一个中型行李箱的重量。如果你要出门旅行，至少要能够自己处理行李。行李架通常在头部以上的高度，你需要把行李举高，这对肩膀和手臂是很大的考验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一项，那出门旅行就会变得很麻烦，你必须请别人帮忙，或者根本无法出远门。第6项，能够自己洗澡，不需要任何人协助。这是最基本的自理能力。洗澡需要站着或坐着维持平衡，需要弯腰洗脚，需要抬手洗头，还要确保不会滑倒。浴室是老年人最容易发生意外的地方，很多人就是在洗澡时跌倒受伤的。如果你无法自己洗澡，那就完全失去了隐私和尊严，没有人愿意让别人帮自己洗澡，那是非常尴尬和屈辱的经验。第7项，能够记住提款卡的密码，不会忘记。这测试的是你的记忆力。记住密码看似简单，但很多失智症患者最早出现的症状就是忘记密码、忘记约会、忘记吃药。如果你连提款卡密码都记不住，那就表示你的认知功能已经开始衰退了。无法记住密码，意味着你无法独立管理财务，必须依赖家人处理金钱事务，这是失去自主权的重要标志。第8项，能够牵着狗散步20分钟，控制好狗的方向。这测试的是你的体力和控制能力。散步20分钟需要一定的体力和耐力，牵住狗还需要能够控制方向，避免被狗拖着跑。这也是社交活动的一部分。很多老年人透过遛狗、认识邻居、见利有益。如果你连散步都做不到，那你的活动范围就会越来越小，最后可能只能待在家里，这会加速身心的衰退。第9项，能够自己安排健康检查的时间，记住预约。这测试的是你的规划能力。你要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做健康检查，要能够打电话或上网预约，要能够记住预约时间并准时出现。这需要良好的记忆力、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一项，那你就无法主动管理自己的健康，必须依赖家人提醒和安排。第10项，能够一个人去医院看病，不需要家人陪伴。这是综合独立能力的测试。你要能够自己出门、搭车到医院、挂号、等候、看诊、领药、回家，整个流程都要能独立完成。这需要体力、认知能力、沟通能力的综合运用。如果你需要家人陪伴才能看病，那就表示你已经失去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，这会给家人带来很大的负担，因为他们必须请假陪你看病。这10项能力听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我可以告诉你，很多70多岁的人已经做不到其中的几项了，而到了80岁，能够全部做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。但这不是因为年龄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提早准备。他们在40岁、50岁、60岁的时候，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没有维持肌肉量，没有训练平衡感，没有保持认知能力。等到70岁、80岁才想要改变，往往已经太迟了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要为85岁的自己做准备。不管你现在几岁，都不会太早。你要问自己，如果我现在就测试这10项能力，我能做到几项？如果有做不到的，我要怎么改善？这10项能力就是你未来生活品质的保证。只要你能在85岁时还做到这10项，你就能保持独立有尊严的生活。现在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，为什么人会变老。在我们的身体
里有一种叫做粒线体的东西，你可以把粒线体想象成微型的发电厂，它们负责为我们的细胞提供能量。我们身体里有数以亿计的粒线体，每时每刻都在工作，助为我们提供生命所需的能量。没有粒线体，我们就无法呼吸、无法思考、无法移动。当你走路的时候，是粒线体提供能量给你的肌肉；当你思考的时候，是粒线体提供能量给你的大脑。但问题是，粒线体会老化，就像机车的引擎一样，新的引擎运转得很顺畅，废气排放也很少。但是老旧的引擎呢，它会开始冒黑烟，效率变差，产生更多的有害物质。粒线体老化的时候，就会产生更多的自由基。自由基是一种非常活跃、不稳定的分子，它们会攻击细胞的各种结构，包括 DNA、蛋白质、细胞膜等等。这就像是细胞内部发生了小型爆炸，不断地造成破坏。听起来很可怕，对不对？但好消息是，我们的身体有一套自我清理的机制，叫做自噬作用 （autophagy）。自噬作用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，但它的意思其实很简单：自己吃掉自己。想象一下，你的细胞就像一个房间，里面有各种家具和设备。时间久了，有些家具会损坏、老旧，如果你不清理掉，房间就会越来越乱。自噬作用就像是一个清洁工，他会把那些损坏的粒线体标记起来，然后包裹起来，送到细胞内的回收站分解掉。这样一来，细胞就可以保持干净和健康。这个机制是2016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主题，显示了自噬作用有多么重要。那么，怎么启动这个清洁机制呢？答案很简单，空腹。当你空腹12到16个小时，身体就会自动启动自噬作用。为什么空腹会启动自噬作用呢？当你进食的时候，身体处于生长模式，专注于消化食物、吸收养分。但当你空腹的时候，身体就切换到清理模式，开始清理旧的、坏的细胞零件。现代人的问题是，我们吃得太频繁了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再加上下午茶、宵夜，一天吃5、6餐，身体一直处于生长模式，从来没有机会进入清理模式。结果就是那些老旧损坏的粒线体一直累积在细胞里。这也是为什么间歇性断食在近年来这么受欢迎的原因。研究显示，启动自噬作用可以延缓老化，降低癌症风险，改善代谢功能，提升免疫力，保护神经系统，减少慢性发炎。但是，如果你从来不启动这个清洁机制，会怎么样呢？那些老旧损坏的粒线体就会一直累积在你的细胞里，产生越来越多的自由基和毒素。时间一久，你的细胞就会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。慢性发炎是很多疾病的根源，它会让你感到疲倦、无力、免疫力下降。更严重的是，它会大幅增加你罹患癌症、第2型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失智症、关节炎的风险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身体就像一栋房子，如果你每天都打扫，保持整洁，那么房子就会一直维持在良好的状态。但如果你从来不打扫，让垃圾越积越多，那么房子很快就会变得又脏又乱，甚至开始发臭、发霉。你的细胞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你不定期启动自噬作用，让细胞进行大扫除，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像一栋没人打扫的房子，慢慢的走向衰败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这个过程是无声无息的，你不会有任何明显的症状，直到有一天疾病突然爆发，到那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学会启动身体的自我清理机制，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，而且更有效。
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：变老不等于变弱，是变弱才让你变老。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，身体就一定会变弱，这是自然规律，无法避免。但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。真正让你失去独立能力的，不是年龄本身，而是肌肉的流失。在医学上，我们把这个种现象叫做肌少症 （sarcopenia）。肌少症是一个沉默的杀手。为什么说它沉默？因为它不会痛，不会痒，不会让你感到明显的不适。它就像是一个小偷，在你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偷走你的力量，偷走你的独立性。根据研究，从40岁开始，如果你不做任何训练，你的肌肉量每年会流失1%到2%。30年后，当你70岁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流失了30%到40%的肌肉量。那么，肌肉流失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首先，你会变得容易跌倒，因为肌肉不足，你的平衡感会变差，走路会变得不稳。其次，即使跌倒，你也更容易受伤，因为肌肉不足，无法保护你的骨骼和关节。最可怕的是，一旦骨折，你就必须卧床休息，而卧床休息会让肌肉流失得更快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很多老年人就是这样，一次跌倒导致骨折，卧床几个月后，肌肉大量流失，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但好消息是，肌少症是可以预防的，甚至是可以逆转的。只要你愿意开始训练，你的肌肉就会重新生长。有研究显示，即使是90岁的老人，经过8周的重量训练，肌肉力量也可以增加100%以上。那么应该做什么样的训练呢？让我告诉你3个最适合台湾长者的训练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靠墙深蹲，你背靠着墙壁，双脚往前跨一步，然后慢慢蹲下，就像要坐在椅子上一样，维持这个姿势10到30秒，然后慢慢站起来。这个动作可以训练你的大腿肌肉，对于站立、走路、爬楼梯都非常重要。第二个动作，举水瓶，拿2瓶5公升的矿泉水，一手一瓶，站直，双手自然垂在身体两侧，然后慢慢的把手臂举起来，举到肩膀的高度，然后慢慢放下。这个动作可以训练你的手臂肌肉和肩膀肌肉，做10到15下为1组，每天做3组。第3个动作，快走去大安森林公园或者你家附近的公园，快走20分钟。快走可以训练你的心肺功能，也可以训练全身的肌肉。一开始可能走5分钟就累了，没关系，慢慢增加时间。这3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只要持续做，效果是非常显著的。建议每周至少做3次重量训练，每天都做快走。记住，肌肉是你老年生活品质的保证，没有肌肉，你就无法独立生活。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训练，好好保养你的肌肉。好，现在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要健康的活到85岁，你必须遵守的5大黄金原则。这些原则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，只要你能够持续执行，你就能大幅提高晚年生活品质。第一原则，启动进食时间表，控制在早上9点到晚上7点之间。也就是说，你每天要空腹14个小时，这样可以启动制式作用，让身体进行清理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假设你早上9点吃早餐，那么晚餐就要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。之后一直到隔天早上9点，这14个小时内，你不要吃任何东西，只喝水或无糖的茶。你不需要节食，只需要控制进食的时间，在那10个小时的进食窗口内，你可以正常吃3餐。刚开始可能会有点不习惯，但坚持1-2个星期，你的身体就会适应了。第二原则，每周进行2到3次的重量训练。前面我已经介绍过靠墙、深蹲、举水瓶这些动作，
每次训练20到30分钟就够了。重点是要持续，要让肌肉有刺激，肌肉需要刺激才会生长，所以要循序渐进，慢慢增加重量或次数。记住，重量训练不是年轻人的专利，老年人更需要重量训练，因为老年人面临肌肉流失的问题。第3原则，优化你的睡眠品质。睡觉的时候，房间要完全黑暗，温度要凉爽。最适合睡眠的温度是18到22度。睡前1个小时不要看手机或电视，因为荧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。良好的睡眠是修复身体的关键，在睡眠期间，身体会进行各种修复工作，修复受损的细胞，清理代谢废物，巩固记忆，调节荷尔蒙。每天要确保7到9小时的高品质睡眠。第4原则，学会管理压力。每天花10分钟做深呼吸练习，用4秒吸气，憋气4秒，呼气6秒的节奏。这个呼吸法可以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，让身体从战斗或逃跑模式切换到休息和消化模式。你也可以尝试冥想、打坐，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巧，就是静静地坐着，专注在呼吸上。压力管理非常重要，因为慢性压力会导致皮质醇过高、血压升高、睡眠品质下降，加速细胞老化。第5原则，永远不要让大脑退休。很多人退休之后就什么都不做了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大脑就像肌肉一样，越用越灵活，越不用越退化。所以要持续学习新的东西，可以是学乐器、学新的语言、学投资理财、学习新的技能。重点是要让大脑保持活跃，不断接受新的挑战。研究显示，持续学习新事物的老年人，认知功能衰退的速度明显比较慢。这5个原则听起来并不难，对不对？但关键是要持续执行，不是做1天、2天，而是要变成你的生活习惯，持续做几年、几10年。如果你能做到这5点，你就为健康的老年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你85岁的时候还能保持独立，